안녕하세요。台南市长委特16号率团出访韩国平泽市，受邀出席当地年度盛事平泽花朵郊游庆典。随着平泽市长郑长善以及市府团队热情接待，2届首长在活动现场共同推广台南的往来，透过城市交流平台行销农特产品，不仅深化双边的友好关系，也为台南的农产打开海外通路，提升国际能见度。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平泽，来跟我们的好朋友郑市长来做一个参访，尤其看到我们这边的花卉节，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不仅是我回访平泽，见证了我跟郑市长的个人友谊，那也是对于台南跟平泽两个城市友谊，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发展，而且友谊越来越亲密。台南跟平泽有一些同样的地方，除了同样是高科技城市之外，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农业都占有相当多的从业人口。以台南来讲，台南是位处热带，所以很多热带的水果，包括凤梨、芒果，事实上都是非常好的。那平泽有平泽的梨子，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同样的，台南有生产米，平泽有生产米，所以如果两个地方的民众能够互相访问，包括我等一下下午要去平泽工业中学来访问，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台南的工业中学可以跟平泽的工业中学进一步学生的交流，所以让彼此两边的年轻的下一代能够把这一代的这个友谊能够传递下来。在韩国访问期间，市府团队也特别安排前往韩国一间高中，推广台南的往来，希望透过校园活动推广咱的优质农产，展现城市外交甲农业行销结合成果。为花蕊庆典到校园推广，台南以往来作为媒介，行向国际舞台，在交流互动中，累积情谊，也让世界看见台南农产实力甲魅力。但是新闻中伟中采访报道。